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我背后那片风景啊，有山派也有平阳，你啊，规片片的强流域的风景伫要度呢，有种的高资源啊，也有无田。当然，了，就强势伫要度，了有当道的插草吼。毋过，自从那种的农业进入的工业化的脚步以后呢，除草机产生呢，呀，自从有了除草机以后呢，师傅的个人毋是个收草的，田顺也毋是个割草的，山派山野也毋是个拔草的，真嘅非常非常的利偏上工又上时哈。但是咧，下到非农业地区也有人来用那除草机，比如讲那种产业道路顺头啦，呀山派咧到真多草哦，那种路啊行业无好，所以要用那除草机。但是咧，到除草机呢，有可能迄都用到那种嘅生态敏感气味伫要度哦，要经验呢饮用水、地下水伫要度吼，对自然环境、对国家食物链、对人嘅身体健康都有可能产生影响。故所呢，了下真多嘅环保团体，都高县市政府陆陆续续来推动，希望到那种嘅非农业用地伫要度唔好来用那种除草机。其中那种宜兰并台北已经来成立了地方自治的条例的，你下新竹县嘅环境保护局呢，也来提出一种草案哈，到县政府底部来其他局处处室呢来进行联络，係唔係？新竹县要变做第三者，有那种禁用除草机嘅种嘅市场体制条例嘅提出来嘅地方呢，今日呢行业呢嘅自然风景当好，生态当好，泰山杯，像呢地方上详情共同讨论，也请政府部门甚至係立法委员等等嚟共同讨论，也强嚟关心。好，以下节目镜头来到黄山乡泰山杯乐山堂哈，马上为收嘅现场来宾，天今日系你行政院农业会统筹嘅防疫检疫局嘅副局长冯海东冯副局长，你好。大家好。好，冯阳。农药是防检局管的哈，所以是行政作业，该怎么卖、该怎么用，都是你们在处理的嘛。好啊，今天为你收嘅是你都农业方面关心动作的立法委员蔡培慧蔡老师，你好。大家好。好，他哋为你收嘅係第三位來賓嘅應用嗬，佢哋學教應用嗬，那種嘅泰山杯啊地方，佢同時也係強化大學沙飛研究所嘅教授，佢也係台灣綠思協會嘅創會理事長王俊秀王教授，你好。大家好。好，大家好。其實咧，佢目前都非農業用地哈，嚟用那種除草機。那種農用的除草機並冇法好管啊，就是說我們在非農業用地用這個除草劑，它不是違法，它也不是不合法，它是無法可管啊。那無法可管狀況下呢，就很多的地方縣市政府就開始推出地方自治條例。那目前宜蘭跟台北市呢，已經推出這樣的自治條例。那新竹縣呢，其實環團也開始來在9月份開始陸陸續續的來做這樣一個立法的催生的動作哦。那新竹縣環保局呢，事實上也已經開始有所動作。那目前到底進度怎麼樣？還有在新竹地區的鄉親對這個非農業用地禁用除草劑，那他們看法和做法又是什麼呢？希望沈騰騰新聞記者剛頭去了解一下。禁用除草劑，大地有人氣。今年9月底，環保團體去新竹縣議會澄清，送交倡議書，希望新竹縣政府加快提出除草劑管理自治條例。我們收下來，我會按照我們那個人民請願的程序來那個處理這個案子。現在宜蘭縣特別是已經前後提出自治條例來規範除草劑用喺公共場所。環保團體望新竹會喺第3名提出的言辭，現時新竹縣係交本環保局來整合各界嘅意見。有機會透過自治條例這樣子的一個宣示啊，那讓這一個市人更重視這一個議題，尤其是在敏感的區位，像水源保護區，那搭配已經有的這一個我們的農藥管理法上面的一個源頭管理的一些相關的規定，那讓這一些敏感的區位啊，能夠受到更多的重視。是唔過，按呢個做法，人力較社會地方鄉鎮工作可能運態唔好，故作有民間自家成立白割草太吹。
用割草机伫芦笋并地嘅行嘅空气来到稀稀嘅割草，用下班呢草就割长长嘅。冯正乾喺廿八帶出嘅子工，夾到真嘅台三線割草太脆，無天氣帶定子工去割草。你話迄舊掠條草吼，噴了無唔錯，毋過記得將你順條去填。落水下落來時，其實流我填條路去咧，無可能講佢行喺啲條的，因為佢係水溶性來嘛。填條路係咩啦？都是割到，因為呢隻解釋，梗係咪啲新農作嘅意思啊？所以我哋說，摒除這個，剛才是好辛苦，啲都是來割草出下人工添嘛。按導子工會加入刺通來割草，就會希望樹菇成敗的環境。佢倆經驗吼用的好多啦，因為倆新的社區大家開發吼，細嘅家嘅工體吼，為咗除草嘅方便吼，是會用家嘅除草機下去。現在一下中央嘅法令並唔完善，愛防非農地先採用除草機，捐靠大幫天出自治條例來防安尼嘅情形，見來見厲害。自從人類有種經濟作物嘅生產以後，是會用到除草劑了哈。那經濟作物它其實除蟲除草這方面的這個藥劑的使用其實很早啊，大概在19世紀初的時候就已經用這個砒霜啊，哈，它是砷酸類的這樣的一個毒物啊，哈，等於說用砒霜來做這個除草劑。所以農藥的使用呢，其實在更早之前，西周時代，西元前1000年，也就是說距今3000多年前就已經有用這個硫磺當做這個熏蒸這個除蟲劑啊，所以等於說人類用農藥這件事情呢是很久很久了。那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這個防檢局員說，那目前農委會在這種非農業用地上面不能夠用除草劑，這目前還沒有法可以管，是不是？其實不是這樣子哈。我們現在農藥管理法裡面，我們有一個33條規定的一個農藥使用及農產品殘留抽驗辦法啊，裡面有規定，就是說，我們的藥物的使用，一直要照我們這個農政機關已經公布合法使用的範圍來使用啊，不照這個範圍使用，違反第33條的規定的話，按照我們的法裡面是可以罰1萬5到15萬啊，針對那個使用者是有這個罰鍰可以處分的。所以等於現在已經發了2張公文到各地的縣市政府去了。我們來看一下這2張公文，我們先看6月份那一張，講到罰則那一張哈，就看到說好。紅色框框部分說，未依規定使用方法及範圍使用者，要罰15000元以上到15萬元以下。這個是6月3號所發的一個行政公文。再看下一章，這部分呢就更清楚知道說，要落實執行非屬本會核准登記使用範圍不得使用除草劑的規定。那哪些東西是可以來使用？比如說糧食作物、園藝作物、特用作物、森林花卉、草皮哦。那這些作物跟這些地方可以來使用所謂的這個除草劑。那我想問一下那個蔡委員，就是說，就這2張行政命令交給地方政府去擬定自治條例就夠了嗎？中央難道不需要再有更周延的做法嗎？正是這樣哈，我覺得用公文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你公文發了，可是我們有一些比如說在農村地區，它可能村跟村之間的農路野草叢生嘛，所以鄉公所可能就是要除草。可是你們也知道，越是偏遠地區的這種縣市政府，我相信新竹、苗栗、南投相對來講經費也比較少嘛，所以他們就用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噴除草劑。那噴除草劑這件事情呢，就牽涉到剛剛這個副局長也有講的，就是說它其實是在非農業用地，所以這件事情我們一定要有一個規範啊。因為我們如果沒有規範，我們只是發公文去宣示的，顯然並沒有達到效果，這是第一個。所以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去在發公文的時候，同時有一個配套措施啦。比如說，既然有罰，那就應該有賞，這也是我特別強調，就是說，如果今天我們在這些鄉村跟村之間的鄉路或農路，我們要用除草劑的話，我們可不可以請割草大隊來，或者是我們應該由環保署的環境基金編列相關的經費，可以讓
这个各县市各乡镇公所去聘请这个我们农村的人，这也是一个打工的机会嘛，来除草。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对的配套措施啊，不能够只发一个公文啊，因为如果能够发公文就解决的话，我必须要讲我们的除草剂有15%是用在非农业用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花时间来想一想配套措施。好，那我知道其实梁下信州人又成立这个台3县人工割草大队哦，我可以先请教我们这个割草大队成员是讲，你这个做嘛改为就是生理安用业割草台吹哈，目的很乜改，睇下两片地位都看到，你们就这样义务到处问哪里割草吗？我哋係兩部分嚟講啦，第一部分係公部門嚟提，像你啊魯孫，嚇佢因為因唔啦，因公唔啦，其實上下會用叫實草字，嚇，咁我哋是來幫忙佢。然后那就是认养一段路哈，然后那他有多余的人力可以去做其他路段。哦，所以你们设立一个协力的角度，对对对，因为有的可能我讲的话，两片地位都该芦笋是你挖天了哈，你要把我割挖嘞嘛哈，但是现在可能是要割稻季节，这个时候如果撒除草剂，这个半衰期还没有过，挖是割起来嘞，该是都该挖是有问题嘞嘛哈，你得不社会有问题。就是要看到两种问题啦，因为你看尤其现在包括是食安问题，它是个动重视两种问题嘞哈，刚刚就是想如果我们可以用付诸行动，不是只说叫人家不要喷，是，那我们来除了叫你不要喷，那我们还可以来付诸行动，来帮你割草，帮你除去那个杂草，你就没有东西可以喷了嘛，冇东西有机会时间，干衣是走起佩莱事情啊，干你其他烟食到的东西是好安全啦。你看哈，到底那种的除草剂哈，有哪种成分哈？除草剂全球大概有超过200种，这么多种哈。那其中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台湾这使用前3名是巴拉益，用英讲巴拉哥啦哈，巴拉益啊加林赛跟固沙草，然后3种东西呢，其实都今年嘅12月15啊哈，因但那种嘅欧盟是讲用因来请愿嘛，讲欧盟议会应该来那种不能够再使用加林赛哈，因为加林赛已经是被这个世卫组织这个被认定说是2A 级的啊，可能会致癌的这些危险物品啊。可是做这个加林赛，发明这个加林赛这个成分的这个孟山都就国际全球最大农药公司说，不行啊，这个。你们现在提得出来的这个科学证据，只是说对实验的动物啊有这个致癌，可是对人类来讲，目前的资料不足以显示会致癌啊，所以他就去说，那我要展延。所以今年12月15号，原本在欧盟就应该要被停用的加林赛呢，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就展延了5年。但是台湾我们还是继续使用，还是前3名哦。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王俊秀王老师，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绕道跟各位一起努力的一个可能性。刚刚他讲的是社会设计，我们现在不是做什么农药啊、农理，我们做的是社会设计。我们要创造一个友善农业的社会，我们希望是大3倍。那么谁是受益者？大学生，3个大学的同学都是受益者，所以我们主张共善呐，就是说，因为我们这样做，大家一起好。刚刚那个割草大队，他做了以后呢，社会变好。为什么？因为老农他知道说，有人来帮他忙，他不必再撒农药。然后呢，环境也好，对不对？经济，那我们大学要站出来说，好，只要你开始友善的土地，你所生产的东西，不管卖相多难看，不管生产量多少，我们3个大学全部采购，因为我们要跟你们一起。来支持这个精神，所以这个是我们绕一个圈，不必去跟孟山都跟他为敌，然后他又来打电话来恐吓我们这些教授们。对，他有7000个这个律师。对，没有错。所以而是说我们绕一条路，那我们来跟他们合作。所以类似这个就是用社会设计的方式，我们组一个类似像合作社。那我们生活的合作社，我们一定要吃饭嘛。对。那我们吃的东西如果可以全面采购，支持你们的精神，然后带动你们的价格，所以。价值带动价格是大学可以做的事情。那我想说，现场没有我们新竹在地的乡亲，人一采的乡亲，对于那种除草剂啊，都了唔系农田地方来用，你买想法有吗？好，我看
是不是这位小姐？嘿，我是新竹市的妈妈啦。哦，对，那我其实不是住在农业区，可是其实我们的小孩还是会接触到除草剂。那这个在其实新竹市里面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触到除就是草像剂？比如说学校周边如果有一些荒地，不是学校地，学校的外面。那可能也许他们走路上学人行道的旁边有那种，比如说还没有盖房子的地，那有时候就会长杂草。那其实我们看到大部分就是地主会撒除草剂。哦，是地主会撒除草剂。对对对，那所以就会变成说小朋友走路上学，他也跟蜜蜂一样笨笨的，也分不出来啊，他也不知道他撒过除草剂啊。那假设他们就在旁边玩或什么的，那其实就会接触到除草剂。那都市里面的状况是这个样子啊。那其实我们到郊区去玩，比如说像大山背这边的乡间小道，有时候也是可以看得到路边两边都有。那其实都是非农用地，所以一般的民众如果没有办法就是这么的警觉的话，其实我们是一直不断的会让小朋友或者是大人也是会接触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你们比较积极的作为是先回家告诉小孩说，在新竹市的小朋友的乡土教学要先认识路旁的空地可能会撒这个农药，先不要去接触它，是这样子吗？对，但是如果变黄的时候，可能他们分得出来，可是除草剂刚撒的时候，他分不出来，还是绿的。好，对，所以其实不要撒是最好，不要撒是最好。对对对。那我们来问问看有没有其他意见。好，这位大哥。然後睇下講嗬，從小都睇我變化，有殺草劑，然後冇殺草劑嘅長差啦。我講手頭流到我呢睇嗬，我哋有3,000平，都我把舊本我多了下，差唔多40年，唔識噴過藥嘅殺草劑嗬，長期用啊對環境危害動態，土地啊會變酸化。然後做嘛個酸化，因為佢哋會所有嘅小昆蟲啦，哈，蟲險全部會滅絕。哈，你要噴殺草劑，像我去報山我長頸鹿嘅啊感染，蠻多感染啊，滿山嘅藥劑嘅險啊，當土，哈，我岳父母老講唔好坐喺天嚟啊，屁股啊，你接觸到嘅天嚟會經常會有損害，會有toxin啊。所以說要加強他們後生人呢對這個環保的重要哈，要好好珍惜祖先留本恩嘅好山好水啊，唔好該冇留本自存啊，天朝老土地保存都好啊。好山好水，保留给子孙。安之在必神心上，他告诉我们说，他们家有3000多坪的地，从他阿公到现在都没有用过除草剂啊。那事实上，他真的是很用心在维护这个部分。那我不知道说委员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就说他真的也就是跟我们这清华大学这个一起华这样子一个，就是说大家来共同合作，然后也开始推食农教育，这真的就是我们侧面突围的一个办法吗？还是说他其实？我觉得侧面突围这当然是非常好，可是我想延续刚刚这个妈妈讲的哈，就是说，事实上我们针对孩子，不管是他们的游憩空间，或者是他们的就学的领域，我们是应该更关注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配套措施，除了我刚刚讲针对乡村地区的农路之外，我有特别去看，就是法国他们也从2005年就开始在推国家的减低农药，其中有一个他们规定，希望在2020开始非农地不再使用农药，而且公共场所、学校外200公尺禁止喷农药。这是法国2020就要开始，坦白讲，在1年多嘛，那美国加州州政府11月也刚刚才通过，他们规定周一跟周五，也就是上课的时间，早上6点到晚上6点，国中小跟日托中心的0.25公里是不可以喷农药的。同时呢，在如果你真的要喷，就在这个时间外你要喷的话，你要预先年度告知，让这个学校他们可以预先防备。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也应该来做啊。这就是我觉得说，我们目前不是只是发公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配套措施做得完善一点，我们才能够来帮助。我觉得我们其实有机会的话，也应该要让那个这个环保署的人来啦。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环保署其实现在有一些基金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比如说现在就可以做了。对，他们的环境卫生及毒物管理处环境卫生管理这个除草的这个设备，然后再来是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因为这可能会牵涉到土壤跟地下水的污染，都应该来
都应该可以来推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牵涉到法规的修订，或者是我们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做？这个是有空间的。所以我最近也会召开一个协调会，就是把环保署、农委会还有教育部的人聚集在一起，来共同会商。好，那我不知道说我们乡亲还没有意见的，针对这个部分。好，这位大哥吗？最近这几年，其实休闲的人非常多，大家非假日、假日非常多，骑脚踏车更多，很多人在这里。那除草剂刚才讲，除草剂喷洒之后，其实是没有感觉，但是那个时候，甚至于骑脚踏车的，他们骑脚踏车上已经平地骑脚踏车已经没什么挑战了，现在要挑战山路。挑战山路，山路那个时候是呼吸最大量换气的时候，对，大量呼吸一大堆这个弥散在空气中的除草剂。我们我们拍到了照片，就发现说，那个骑脚踏车那个很用力上坡的时候，可是旁边其实是喷过除草剂的。那这样的情形就会对于我们健康，还有休闲人的健康，还有包括水源，因为我们这边大山背其实是头前溪的2条支流，这边是游罗溪，另外一边是上平溪。那不管游罗溪、上平溪下去的，都是我们新竹市的饮用水，一个是宝山水库，一个是新竹市的那个自来水取水口。那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虽然是地狭人稠，但是确实是最重要的，新竹市最重要的那个。所以我们最近这几年，我们是用协会的力量跟各地。还有各地，我们开始发起这个就是那个管理条例，这种管理条例。那现在高雄、苗栗，我们新竹市、新竹县，我们都希望大家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好，那家在那防疫协会伊就会发来讲，是讲其实青岛的团体啊，有些环保团体都地方上已经做青岛年了，尤其都泰山杯啊地方，其实要休闲农业园区啦哈，其实要有嗰種嘅青島嘅新嘅做法推出來，想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都有虫吃的，没有撒农药，包里没有撒农药的，所以很好吃。新竹王山泰山杯有一群堅持用友善嚟耕種嘅農民。菜地還有泰山杯休閒農業區和天氣同農民是客氣的相互交流。本身的這啲草啊，肥量真好，所以唔可以講要該化學肥料，該東西，所以我北北啲草全部綁上去是多做肥。休閒農業區嘅主任畢業楊明業，還帶頭某些藥嘅第七間嘅工業同草回歸太次嘅來做天然嘅肥料。冇個農作除草劑都冇嘅。像我哋10年冇除草劑，我這個天然救命啊叫做有機堆肥，除啲雜草樹葉啊，佔了那個垃圾的45%。這天國所以講我哋哪啲種嘅草來做肥，一舉兩得。為了維護菜地嘅生態，還有防疫保護協會嘅職工定期會判保護怪嘅高態度嘅行動。成個協會才發現菜地竟然有用除草劑。但是到今天才知道，他們使用除草劑的情況是嚴重。保護環境嘅代表，還有菜地嘅風險從生態。工作科長未指出，除草劑會破壞環境和個生態。農藥、除草劑這一類的這個化學品，即使分解那有時候這個速度也沒有那麼快。然後即使分解了以後，所分解的這個東西也不見得沒有害處啊。像加林賽這個它分解了以後，第一個衍生物呢，它的這個毒性跟加林賽本身是一樣的。像係螢火蟲區，那邊螢火蟲區，像說那個寫白板馬上面，因為伊寫落去嘅話，螢火蟲嘅話，入場全部問題。就幾位影響嘅生態啊，生態以後螢火蟲亂是唔會腐化。即係睇片可以講係鬼片是睇嚟啊。剛才30年作為新血是無效。用除草劑一下嘅就可能到效果，不過對環境嘅破壞可能係長期韓國東南恢復嘅。台灣新聞影片特別多，可能太高啦，就講聽他們澎湃嚟講，當然就用拍草嘅方式嚟做種嘅
田园的管理哈，那也把这些杂草拿来做堆肥使用，那头发已经花白了。事实上，这位老农他说他的做法当然是，也许现在我们在场大家觉得很可取，可是对很多已经习惯惯行农法，相信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傻？这个除草剂撒下去马上就见效了哈。那可能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说，台湾的单位农地的单位面积的农药的用量啊，是全世界平均的几倍又几倍。那我们台湾除草剂的这个购买的总金额呢，又比这个世界的人均的这个购买量又是多少倍哦。那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反而忽略到背后一个结构性因素，说台湾其实就是这个。是在亚热带地区、热带地区，其实高温潮湿、虫害、病害很多。再来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小农的形态很多，所以我们经不起这些虫害、病害的损失，所以我们会大量的施用农药。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局长，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大隐忧吗？还是说我们可以比较持平的来看这件事情，理性一点来看待农药，其实没那么可怕？在比较热带的一点的区域哈，像我们台湾其实就是一个应该算是有害生物、病虫害发生的温床了哈，实在很容易发生。包括杂草也是一样啊，生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啊，那所以如果要用这种药物来做处理哈，来做控制的话，那药物本身也接受到环境的挑战。你在比较热的状况之下，它分解的也会比较快。啊，所以它的效果也不能维持那么久，那也确实会造成这个问题。再加上我们这个气候不像温带国家哈，有一个寒冬，啊，它会把很多的有害生物在每一年去把它打断，啊，让它不要再继续繁衍。那所以我们这边几乎是持续的发生，啊，持续的成长，也许会减缓一点啊，但是还是会持续发生。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条件上来讲，这个是相对是不利的。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特殊的，就是我们台湾其实农地面积相对不是那么大哈，但是我们要养的人口是非常多，我们目前其实自给率也没有高到哪里去哈，那所以变成这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因素。就农地的使用率很高，休耕休养生息的机会其实很少。也不是，就是我们有负种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同一块地一年可能种很多次，啊，不像温带国家可能就一收而已，我们会种很多次，所以在这么多次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循环里面，它会不断的在每一个阶段里面，它去用到它适当的用药，所以等于相对的比别人加用药的次数会变多。那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就是说，副局长一直提到一个态度的问题啊。我们刚讲新的药，它可能就是这个效期短，它这个半衰期也短。但是呢，相对的一些比较旧的成分的药，它这个效期就长，毒性也强，所以对很多农民来讲好用啊。我只要放就是省工又省钱嘛，我不用买那么多次，然后也不用撒那么多次。那你们来跟这个大山背认养这个地方的时候，这种观念上的沟通，这种态度上的选择，是不是也是你们一再要去做宣说？还是说，其实大山背有像我们陈先生这样的农民很多，你们在沟通上面事实上是很快就可以合拍的？是的啊，态度决定高度嘛。所以那个态度有几个层次，一个是说买农药然后撒农药那个惯性的想法，那个是在最短的期间把利益最大化。但是他忘记了把长期的灾害最小化，所以严格说起来，那个态度在日本的食欲是怎么来？是因为日本的食欲从小学就每天就有在学校校园菜园有吃东西，所以很多的小朋友回去告诉他的阿公说不要再放农药，所以日本的那个食欲影响了小孩子回去告诉阿公说种田的时候就不要撒这个，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到大学以后呢，日本有750所大学，每一所大学都有合作社。你看看它的那个影响力多大，因为它是价值带动价格，也就是说，我要有气做的一定是友善的，所以基本上它就有好多的农田就会跟着大学走。所以这个是两个是我们想要跟的。另外一个是那个割草大队，1997年有一部电影叫做《割草十字军》。请去看看，那个是日本在1960年代一样的，跟你们完全一样，就是他用那个直升机撒农药，他发现不对，所以年轻人看不惯了，起来组一个4万人的割草十字军，割了40年，到1997年变成一部电影。我向你们致敬，因为用这个方式态度会改变。
那另外一个是，所以老师，你现在是意味着说，暗示他们割草是一门好生意吗？准备拍电影，然后是一个好生意，没有错。会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吗？没错，我预祝。好，刚才人工除错方盈利唔啦哈。我们现在台湾面临这个人口老化跟少子化，这将来像他这样年轻力壮能割草人，势必这个供给面会减少哈。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人工割草人力不足，所以我们就用喷除草剂？你看就像刚刚那位妈妈讲的，他们来这山边玩的时候，发现就有人在这个喷除草剂，让他们来比一比啊，到底谁比较便宜？我们看一下价格上面。好，如果是这个人工来锄地的话，一分地一个人大概2小时才能够做完哈。那跟人工相比。割草相比的话呢，除草剂就很快呀，好，它时间又短，这面积又大，所以等于说这个虽然不用说在商言商，这个数学只要小学加法减法算过的话，基本上大家就觉得说快又有效，省工又省时，所以除草剂这东西它一旦问世之后，用上了之后就很难能够去戒得掉哈。那但是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场乡亲说，我们一直讲。就是希望不要用除草剂嘛，那大家的态度决定高度啊，然后价值决定价格啊。可是对于实际务农的人来讲，这些可能是很实际要去面对的问题。但是你们又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的？农药商哈，给每老一讲，你看哈，农药懂哈，你只要来买我的农药，喷下去呢，你就专心顾你的作物，你的草就不用管了，所以他在农民这一方专注本业就好了，对，心无旁骛。农民他们接受到的知识就是该农药该后爱啊，但是他不会告诉你那坏处，就是对土壤的影响。你一丢落去，可能要重现是某咯，土壤会酸化，跟牙培化肥就要下得更重，所以你付出的成本是相对的会提高很多，但是他们都是。感觉就是我丢落去，我唔会想到我喺丢错影响大哎。除错机可能上台没有一部分的钱，但是其他部分的钱可能用到很卡多哈，所以好，我们先让我们再请老师来补充。刚刚讲那个例子，我是要说，我们除草剂影响到这个生物的菌相，然后影响到植物吸收。那像我的茶园，我甚至还留了很多的树木。那有朋友来看，他们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茶园通常就一片光秃秃，就只有茶树，没有别的。我这边是比较低海拔，不是高海拔。那我发现一个现象，在树下的茶树其实长得比较好。我们信农民要做很多观察，那像那个福冈正信，他稻麦轮作也是透过他20-30年的观察才成功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农政单位，甚至包含农业研究单位，这部分要投注多点心力。我曾经跟农业试验所的那些研究员聊过，他们自然农法只知道秀明农法最严格，他们就说不可能。好。因为大部分的研究人员都是惯行农法的研究，农业啦、种植方法、虫的研究，都是这个配套。我们的系统是这样子。那我们要是单独跟他说我不用除草剂，他们会觉得这是不可能。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姜，好，种植姜大家都说不能轮作，轮作就会烂，好，你就要用很多的药。可是自然农法的姜是可以轮作的，为什么？因为农业的它的生物菌相是不一样的。它要是有一些疫病的病菌，它会被其他的微生物平衡掉。好，所以我的朋友还有我种姜是轮作的，我们是 OK 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农业研究单位其实应该要多投一些经费进去，把一些研究的精神多放在自然农法跟有机农业上面。谢谢。好，谢谢。我刚刚看到委员有要补充的，是不是？事实上，我们南投我有这个，他们跟我澄清了，为什么？因为乡公所在喷除草剂，虽然是村跟村之间的路，可是他一进去村子的时候，他继续喷，所以我们有一些可能庭院可能晒衣服啊，或者是你的厨房是比较靠马路的啊，除草剂就这样一直喷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要处理。可是我刚刚注意到这第二个就是你们在防治的那个，我们假设是用人工除草跟喷除草剂，你会觉得这个成本差距很大嘛？可是我觉得台湾确实是绝对有能力去研发针对不同区域的机器除草啦。因为现在我们的那个科技也很发达，我们的微感测是很强的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们过去想的都是平地的除草，可是现在国际上也不是什么
先进的发明，他们已经可以用坡地的除草了。那我觉得台湾在这一方面这也是我一直跟农委会还有科技部在讨论的，就是说我们在农业机械上的研发太慢。太缓，而且只注意生产的研发，忽略了我们这些环境防治的措施。所以我觉得，我刚刚就在想说，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们必须努力去做的。因为有做的话，有一滴一滴的进步，我们才能够改善这个环境。然后刚刚我也听了这个除草大队，我真的是非常佩服。然后特别是刚刚这个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到村里去做说明会嘛，吼。我觉得除了我们去把我们的理念跟除草，这个用人工除草的说明之外，我觉得我很想建议农委会的农事所跟毒物所一定要到庙口，就像我们这样子来把我们可能用药会对环境的影响，也让我们的喜大人知道啦。好，那我先请教我们王老师，就说，看来我们战线要开很多呢，我们要对话的单位真的很多，不只是种植的农民而已，住在乡村的这些乡镇公所、这些核拨这个割草预算的这些政府官员，甚至连学术单位、农业学术单位，他过去是在这种因应我国这种精耕细作，然后地狭人稠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在控制的就是说怎样产量可以提升，怎么样产量可以增加就是说，事实上我们要开的战线蛮多，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有次序的来做？那您觉得最先要做是哪个部分？是那个战线当然很大可是因为刚刚主持人已经讲过，就是格局决定结局，所以台湾的农业不是农业，台湾农业应该是生态业。我的意思说，农业要回到它的根本原来农业是生态业，因为农业承载了众生，所以在这个理念上，如果可以有类似这样的想法，所以那个10亿基本法在做，它就回到那个根本。然后环境教育法、环境教育基金很多钱呢，刚刚没有忘记的环境教育基金，这个是环境教育，听懂？餐桌离开书桌的距离太遥远。所有的大学完全忘记了农业的农田，所以应该把他们都派到这里来服务学习，不是吗？他才会有感。这个事情也应该做。所以基本上替代役，未来是割草替代役不是什么到科学园区割草要变成替代役，因为他那个是有感的，他会接触土地。所以我的意思也就是说，想办法把这个社会设计纳进来，上面有法令，然后有一些方式让培力，让那个能感的、无感的人可以起来。我听听看民间这边有些团体的意见是怎么样。那就像刚刚委员讲的，我们不是只要有罚，我们还要有赏。那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赏，并不是由政府单位来，而是说我们消费者很具体的支持这些用心的农民。但是我发现我们的消费者对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概念，他们觉得除草剂小草喷一喷关我什么事？我又不会吃进我的肚子里，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说这样的喷会影响旁边的作物。我们常常有农友的农作物被污染，就是因为这样子。那你在作物上残留过多吃进去自己的肚子里，其实这是一方面是直接的。第二个，我们关注非基改的议题很久了嘛，所以就发现基改作物在大量喷洒除草剂的同时，比如说阿根廷，他们就发现住在村庄里的儿童，他们的畸形肿瘤的几率是大幅增加的，所以这也可以证明说，这其实对健康有很大的危害。所以联合国在2015年把它变成加林赛，孟山都一直认为它是全球最安全的除草剂之一，可是却在2015年被联合国颁布为2A 级的致癌物嘛。那还有研究也发现说，在欧盟他们做过研究，在水质里面，甚至农民、工人、孕妇的身体里面的血液、尿液都有发现加林赛的残留，所以可见这个加林赛是会渗入土地，经由水、饮用水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所以加州今年也在今年9月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健康危害评估的研究所就把加林赛列为管制的化学物质，就是他们必须去测这个物质。假设水里面有这个物质，他们就要去监测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是要唤醒。就是那个说明会不止在村里面，我甚至要唤醒消费者的意识，说我们应该去多多支持这类的农民。这些基改作物，因为它抗加林赛、抗药性很好，它可以存活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吃基改作物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就在这里。因此，也很多人就觉得说，孟山都这个农药公司，它其实是借了基改作物，在逐步扩大它农药版图
那是不是好？这位大哥好像也有意见要发表，是不是？除草剂这种东西，当然对环境或者是对我们人来讲，长久来说，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啦。你短期来看，它是达到它的效果，但是长期来讲，我们其实不确定我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像平地现在完全没有萤火虫，这是确定的。那我自己本身在种稻，其实我也思考很多，就是说，像草这类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啊？像我不用农药，我就用割草。可是割草1公顷多，其实负担还不大。可是当你种5公顷、10公顷、20公顷的时候，它是非常重的一个负担。那在考量到台湾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未来我们有足够的劳力去做像除草大队这样的工作吗？这是我很担心的事情啊。谢谢。好，行政院政府呢，当年都总的道路植栽绿美化工程主要交通要到有3500万这么多哦。然后行政院政府都行政公所呢，一年有2900万吼，那这种的旅游局厂啦哈来分批啦，13只乡镇的乡下用了2900万，台地一只乡镇係200万左右哈。行政院反驳腔呢，到106年嘅7月8號嘅時間，已經攞種嘅新竹地方嘅經用除臭劑嘅自治條例已經擬定了。目前喺都縣政府嘅各個局處、橫向的相關局處去聯繫跑行程當中哈，都喺某個時間會做出來還蠻低啦哈。但是按人透露，唔單止都新竹天天，其實都高雄一下也有人在推運來做。看下高雄地區目前嘅情況係有關係。台灣的農村老人家見到有遇到欠工嘅問題，為到嘅省時間、省工人有一種農民都會用除臭劑。一個人嘅3個多多，一工人唔得幫佢做馬多咯，甚至花唔來啊！人你幫你過多錢，除了講係種嘅後，因為採嘅頭下冇法殺，用人幫，以外全部話用除臭劑去殺。就統計台灣除臭劑嘅使用量喺全世界排頭前，主要原因唔單止係農地方有用，也很可能製造嘅係唔係農地方嘅使用量。用了除草劑之後，那包括說，我們可能如果是在公園，小孩子也會去玩，鄉村的道路哈，我們也常常去運動啊。結果我們希望聞到芬多精，結果聞到的是除草劑。據說高雄市有議員10月底舉行嘅公聽會，希望收各界意見來提出除臭劑嘅自治條例。在法規委員會暫時先擱置，等下一個會期市政府送一個對案進來，然後一起審查，希望把這個弄得更周延。先前農民會已經發公文本國嘅地方政府來加強管理除臭劑，唔過下來提出相關嘅規範過後，農會就說會影響到農民嘅權益。本身有規定講嘅一條按人農民嘅身份，也非人嘅身份，也農保嘅資格，也講按人土地所有權人，咱可以來買一個除臭劑啦。對按人嘅農民來講，可能唔係相當嘅冇方便。包括尤其按嗰度搶眼農民過來沿耕田，沿本身冇非人身份，冇農保身份，冇田名，所以按呢時間變成個也買除臭劑，可能會相對嘅困難。除臭劑用太多嘅問題，除咗政府應該要限下措施，地方自治條例咪應該要看各地嘅情形來聽，提供相關嘅配套，以減少對生態環境嘅破壞過後，咪會解決增加嘅人工、限高經費也都是求。台灣樣片對對嘅農會總幹事講到，其實你還買農藥，買一種除臭劑哦。其實要買除草劑不是那麼容易哦。我們看，其實，在農藥販售登記上面，其實有規定說，你必須是農地的土地所有權人，或者說你是農會的會員，你具有農保的資格等等，才可以去買除草劑，不是誰都可以買。那農委會它其實有規範，就是說加林賽它使用在水稻田、葡萄園、柑橘園、甘蔗、茶園、梨園、香蕉園等等，所以非農業用地確實是不能夠使用加林賽。那如果使用被發現，有罰則嗎？現在就是現在這裡面比較算是灰色一點的部分啊，就是我們的加林賽這一類的非選擇性的除草劑，可以用在非耕作中的農地。啊，非耕作中就是休耕地。對對對，就是它目前是沒有上面沒有農作物哈，但是它可以使用。那主要是保持這個農地它的這個地力哈，希望不要它上面的雜草數量太大
啊，所以是可以使用的。那所以很多人也许会去误解，就是说它是非农业是可以使用啊，就是因为是非耕作中农地，跟非农用是2件事情。非耕作中，就说你哈无在种无诶，你哈无在港中，但是佢本还在农地，可能收港地啊，用嘅除插槽的法，所以用来除臭机。但是一般唔系农业用地，它地目本身就不是农地的，那就不能够用啊。这个其实行政管理单位是很清楚的。对，所以变成说，现在如果是在这些不是我们核准的范围上面使用的话，那我们刚才前面已经有讲了，就是按照农药管理法53条，其实是可以罚款啊，1万5到15万啊，这个是可以开罚。好，我们来听听看乡亲还有哪些意见。好，这位。我们新竹县现在就是已经有议员提案了，然后现在也是在草案已经出来，那现在一直听到的都是乡镇市长在反对。那局处首长其实一直是很尊重民众的意见，或者是更专业的一个说明。像竹北市而言，就以竹北市而例，在前年以前就是有可能还是有使用除草剂的状况，可是在去年初就有很多市民。因为竹北是相对幸运啊，那就是有很多市民马上的在反映这件事情，在中央分隔岛或者是在停车场的地方还是有喷除草剂啊，所以我们也很快的就发个公文，然后请公所不要再喷除草剂，它也是可以很幸运的，它竹北也有这个比较高的能力，所以就立刻的禁用啊，立刻他就自己改用割草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多民众还是市民还是要多发声，然后我们也要持续去多沟通。谢谢。竹北的观察。那我看这位小姐是不是好？除草剂用的问题，其实它也会牵涉到一个文化面向，而另外它也牵涉到一个我们现在全球都在因应的一个问题——气候变迁。因为刚刚我们的冯副局长有提到，我们的农药量一直使用降不下来，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农作物越来越难种，所以农民在依赖农药的使用上面，它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它是一个变相循环作用。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个方向，你往照凤强来想，其实。除草剂给晒的东西是杀该掉野草，可是讲真印度，你客家人的聪明文化当中，其实野草基本係一種草，基本係一種肉嘅菜，然後肉嘅草，是從你誰時間講你收。突然間不覺到，因為那該種的鳶煙草，我們的大花咸豐草，來咩是講，哎，是好嘞。原住民裡面也有這個東西。花藿香劑等一些。對，然後某時叫點米，好這些東西，你講你突然間你做少還有乜嘢，你食了都是有幫助。其實呢啲東西佢做得係草，佢嘛係做得係肉嘅，嘛做得係菜。所以我覺得，你農政單位講真緊，就得花更多時間來了解講，你倆因應氣候變遷，應該每半年你肉嘅使用量大幅增加。其實我們應該要投注更多的資源去研究，說怎麼樣讓氣候變遷，其實你只要用友善的方式來因應它，並且我們要加強說我們針對除草劑的這個綜合的雞尾酒效應的這個研究。好，那我們補充到這裡。好，那這位大哥。我想今天也是我們依依不捨哈，這個行動日的這個一個日子啊哈。所以你們剛割完草就來錄影。很快啊！趙新怡個草下就要錄影。割到睇成樣咗啦。繞캠背掉。咁講呢，今日非常的歡喜哈。你用冇強嘅方式來割草。大家是玩得不亦樂乎啊！哈，割草哈變得哈一個很快樂的事情哈，所以這個也是我想我們在未來在推動這個割草的一個工作，不要把它視成一個工作哈，寓割草娛樂，把它變成娛樂啊！我們鼓勵學生啊都可以一起來參與啊，這個就是服務學習嘛哈，來共同參與。我覺得這是成立200。軍團哈，或是到4000軍團，可能冇買簡單哈，冇難啦哈，有個時間，有個機會，好，兩位回答，謝謝啊。安志誰？徐夢一，好，看還有這位大哥是不是？我是想特別愛咩哈，講種係按照慣性農法，就用農作哈，我想我即家哈唔好嘅啦，哈係講用農作，我咱講冇講種好嘅啦哈，所以呢哈，所以講到人冇幾好，上街都有睇過人哈，講到冇幾好哈，可是。其實我發現啊，環境當好，像我山當下有山強下來咧，啊，可是我是想佢
环境哪个好处慢慢走出来了哈。以上，谢谢。好，谢谢。那我原想先从你开始好了，因为刚刚我们有一位乡亲就是告诉我们说，事实上现在就是因为没有中央的政策和法规比较明确的规范，就两纸公文，所以变成说有些地方县市首长对于这样的非农业区禁用除草剂，事实上有一些行政考量了哈，所以说这个两纸公文下去之后，其实成效目前还在评估当中。是不是一定要在中央的法令上面做比较强力的约束，才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面收到比较好的效果？所以我是非常赞成，就是中央要有相关的法令或者是相关的行政法规啦，行政命令也可以。那所以我觉得我有3个是非常具体的诉求。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制定相关的法规去限制它的使用，比如说刚刚我们讲的学校或者是这个公园，因为这些孩子们都会去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来。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应该在半年之内就找农委会、环保署、教育部，然后我们共同来研商这个配套措施是什么。然后第3个就是我讲的，就是说我们有2个方向，一个是农科的研发，然后去协助。今天如果说乡镇公所，如果中央政府要配置你一个可以自动控制的这种除草机，说不定他会比较开心啦。可如果我们去叫他这个2900万不能花，他可能会比较有意见。那如果我们告诉他说，我们可能可以研发相对的除草机来提供给你，或者是我们可以在那个环保署相关的基金里头拨用，让你来用人力或者是机器，而不要用除草剂的方式，我相信这个乡镇公所的首长他们可能会比较愿意。所以这3件事是我这半年我要积极来推动的。那我相信我跟荒野或主妇联盟基金会还有非常多的这个除草大队，我们可以共同来推动，然后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来做一点改善。好，那我想这个冯副局长就是说，看起来这件事情好像不只是农委会而已，环保署好像也应该要拉进来，或者说像其他的这些相关部会横向联系也要出来。那您的想法呢？基本上杀草剂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哈。刚刚有很多人有一些我觉得比较夸大的一些想法了。那我也不太要去为他澄清哈。我觉得大家维持这个一个好心，要去更正这个事情。但是实际上其实没有这样子可怕的这种状况。那我们核准一个药物都是在一个它的各种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被我们评估，在特定的使用的状况之下，可以被维护，不会产生安全顾虑的状况之下核准的。所以变成说，我们的所有的药物在它的标示上面都会写上它要被怎么使用。好，在那个状况之下，它的危害是最轻的。啊，但是这个就是一旦这个产品出去以后，使用者拿到的时候有没有遵照这个方式来用，变成是很关键。那很明显的，我们没有那个人力可以去站岗，去盯着每一个人有没有照着做哈。这个我想我们各级政府可能都没有这么大的人力。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必须要面对，就是说，如果它产生的负面影响大到一个程度，不是我们能承担的时候，那很不幸的就是好像我们的刚才也有提到说，我们的策略好像只有把它禁掉，或者是做一些比较激烈的手段。我想这个可能就是现在现实面必须去考虑的。好，那最后问题问到我们的黄教授，就是说，其实联合国的这个世卫组织它定了很多的致癌物了哈，包括这个加工肉品、香肠啊、哈姆之类啊，它其实都是1级致癌物。可是我们人类吃它，好像也觉得就是每天早餐都会吃得到吧，也不以为意。可是我们对农药却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觉得不好的想象，甚至道德上的一些谴责。我们为什么放任自己去吃加工肉品，然后却认为说农民在生产过程当中，或者说非农业用地不可以用农药？这两者之间，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矛盾点？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样的观念或整体的教育的改进，才能够让这件事情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结局或一个好的方向？所以不管怎么样啊，人必须在这个过程里面开始谦卑啦。坦白讲，就是要开始谦卑。人不是由天降临的神，而是由地上升起的爬虫类。如果你这样想，那爬虫类就根本就是受到除草剂马上的影响啊。所以类似这种想法，如果可以这样的改变态度，那么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沟通，就比较有机会。所以最后还是
因为农业刚讲过是生态业嘛，所以怎么样让农业以及非农业用地，坦白讲都是很多野生动物、植物的栖息地，不然就不会有，譬如说像那个石虎保育米，就是它就是让石虎去那边玩完以后，它出现一个石虎保育米共生的。那个是抢都抢不到的，因为那个是一个经济的，或者是蓝雀茶，对那一种的。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恢复生态业，那其实它就会变成很多野生动植物的家。所以用这样来想，那我们有家，那难道他们没有家吗？所以用这个概念呢，那说不定你农我农的时间就快来临了。好，你看到其实除草机全球超过200种。你要用除草机的理由可能是有一种上工上时又上钱，但是每用除草机的方式有800种甚至200种以上都有可能。今日菜场会动到向前一个很多的方法出来，但是个好处可能超过2000种，係你冇講出來嘅。所以講用除草機一時嘅上工上錢上盈利，但是佢係會付出嘅消費成本，甚至你難怪不落嚟嘅發好皮料嘅錢，也係講其他身體健康受到影響，或者是肉嘅錢。但掉落去，其實可能真嘅冇遐便宜啦，哈！像今日討論呢，為恁嘅所有鄉親朋友來了解、來關心，是講非農業用地用除草機嘅問題，當然係關係到幾隻生態環境，還有人留了到自然環境有冇生存嘅問題。以上今日村民台會感謝大家收看，下禮拜請持續收聽村民台會，送大家安子謝謝。